哇！孫慧雪都買咗喺度啊！你哋知唔知呢度係邊度啊？坦洲啊！咁只需要珠海嘅1/3價錢咧，你就可以同香港明星孫慧雪同埋吳若希做鄰居啦。呢度一套103平方嘅大3房，超級正，你睇下。南向嘅露台睇返成個東南亞嘅小區內園景觀啦，包括呢一邊仲可以望到部分嘅前山河景啊。客廳開間咧更加係高達3.8米咁闊落啊！全屋嘅精裝修天花吊頂冚唪唪冷做齊俾你嘅喎。入門嘅位置就配備咗咁厚實嘅實木門、密碼鎖、到頂嘅鞋櫃、Open Kitchen 嘅廚房，成個戶型係 LDKG 一體化嘅設計。望返我哋休息間呢一個空間，可以做個長者房，方方正正。對面就係乾濕分離兩段式嘅公共衛生間啦，延伸入嚟就係你屋企嘅兒童房、主人房，睇下夠唔夠闊落啊？呢個空間感都係相當唔錯噶，帶埋獨立嘅陶瓷衛生間，依家只需要1/3嘅價格，跟住單價萬零蚊，精裝修嘅大3房，亦都同我哋香港明星做鄰居。想做鄰居嘅朋友，評論區留言3條路，我 send 資料俾到你。